最近，香港娛樂圈同豪門圈嘅焦點又再集中喺謝家。謝霆鋒同王菲俾人拍到一齊去睇某個藝術展，兩個人雖然冇咩太親密嘅舉動，但同框嘅畫面都已經引發外界對呢對瘋匪戀未來走向好多猜測。同一時間，張柏芝俾人爆出成日喺內地同香港之間走來走去，好似有新嘅工作或者生活計劃。而他同謝家兩個仔嘅互動都一直係媒體關注嘅焦點。就喺大家仲沉醉喺討論呢啲明星動態嘅時候，一場突如其來嘅豪門風波，好似排山倒海咁捲埋嚟，將謝家推到咗輿論嘅風口浪尖。2025年10月23號凌晨，香港養和醫院 ICU 病房外，氣氛緊張到好似連空氣都會燒着咁。謝霆鋒戴住佢個標誌性嘅墨鏡，面色凝重得好似寒夜入面嘅冰霜，大步走出電梯，身後兩個黑衣保鏢好似影隨形咁跟住，腳步聲喺寂靜嘅走廊度回蕩。佢低頭快手咁擘開手機，屏幕上家族律師嘅緊急通知就好似一顆重磅炸彈。信託基金已經凍結咗20億資產，所有受益人都要到場簽署新協議。呢個消息一瞬間打破咗夜嘅寧靜，亦都拉開咗呢場豪門大戰嘅殘酷序幕。同一時間，香港國際機場國際到達廳入面，張柏芝著住一條黑色風衣，戴住墨鏡，好似個神秘嘅女王咁降臨。佢左手緊緊拖住15歲嘅 Lucas， 右手拉住12歲嘅 Quintus， 步伐匆匆但又唔失沉穩。粉絲舉住歡迎回家嘅燈牌，想靠近呢位以前嘅玉女掌門人，但俾保鏢嚴嚴實實攔住喺5米之外。媽媽，爺爺真係病咗咩？ Quintus 仰起頭，清澈嘅眼入面滿係擔憂。張柏芝抿緊嘴唇，輕輕摸咗下佢個頭，嗰個沉默入面好似隱藏住無數難以言說嘅秘密。另一邊，迪波拉嘅白色瑪莎拉蒂好似一道白色閃電，疾馳到養和醫院後門。佢踩住10厘米嘅高跟鞋，氣勢洶洶咁衝向病房，好似個即將出征嘅戰士。但係兩個保安好似兩座鐵塔咁攔住佢嘅去路。謝先生交代，非直系親屬唔得入內。迪波拉怒目圓睜，一把扯落墨鏡，眼眶公道好似燃燒嘅火焰。我係佢親媽，讓開！但保鏢們唔為所動。呢場母子之間嘅攔截戰，一瞬間令到醫院嘅空氣都好似凝固咗。呢場豪門風波嘅導火線，就係89歲嘅謝賢喺10月22號晚突然中風，送去醫院之後，醫生診斷為左側肢體偏癱、失語症。據醫院內部人士透露，謝賢昏迷之前，曾經用右手死死抓住護士嘅手腕，嘴入面含糊不清咁重複住一個字：信。信。呢個神秘嘅信字，好似一個巨大嘅謎團，引發外界無數嘅猜測同遐想，亦都令到呢場豪門遺產戰更加複雜難明。謝老呢次病得好蹊蹺，一位同謝家交好嘅圈內人士喺一間隱蔽嘅私人會所入面，壓低聲音同本報透露，3個月前佢剛剛修改咗遺囑，將名下價值20億嘅資產，包括3套半山豪宅、影視版權、股票等等，全部轉入家族信託基金，仲加咗一條道德條款。若果受益人涉及醜聞或者損害家族名譽，立即剝奪繼承權。呢條道德條款就好似一顆投入平靜湖面嘅巨石，一瞬間激起千層浪。知情人士話，謝賢曾經同密友抱怨，張柏芝帶2個孫仔好辛苦，但佢嘅新聞太多。王菲同霆鋒唔結婚唔生仔，剪俾佢哋不如留俾孫輩。呢句言論無疑將張柏芝同王菲推到咗風口浪尖。然而，就喺大家仲喺猜測呢條道德條款嘅真正用意嘅時候，10月23號凌晨，信託基金突然宣布凍結所有資產，理由係需重新審核受益人資格。呢個舉動就好似喺已經熊熊燃燒嘅火焰上面再澆一桶油，一瞬間引爆咗家族內鬥。霆鋒覺得信託基金係針對佢。該人士進一步透露，佢同王菲復合之後，謝老一直唔認可呢段感情，甚至放話
王菲入唔到謝家祖墳。而家凍結資產，等於斷咗王菲嘅經濟念想，亦都限制咗張柏芝對孫仔財產嘅支配權。呢種說法令到外界紛紛猜測，呢場信託凍結風波係咪一場精心策劃嘅陰謀，而背後又隱藏住幾多唔為人知嘅利益糾纏同情感恩怨？10月23號下午3點，謝家喺半山嘅別墅入面，一場持續4個鐘嘅家庭會議，就好似一場冇硝煙嘅戰爭，劍拔弩張，氣氛緊張到令人喘不過氣。現場還原：謝霆鋒著住黑色高領毛衣，眼神冷峻得好似冰，手指有節奏咁敲住會議桌，嗰個聲音好似戰爭嘅鼓點。爸而家講唔到嘢，但信託嘅事一定要按佢嘅意願嚟。20億唔係小數，唔可以俾外人染指。佢嘅聲音堅定而決絕，好似向所有人宣告自己嘅立場。張柏芝坐喺角落度，低住頭，不停咁擺弄住手機，屏幕上顯示住2個仔嘅銀行戶口信息。當被問到係咪支持信託凍結嘅時候，佢只係淡淡咁說：我只要細路仔可以好好讀書。嗰個聲音輕柔，但又帶住一絲無奈。好似喺呢場豪門紛爭入面，佢只係一個想保護細路仔嘅媽媽。狄波拉突然猛咁摔碎茶杯，嗰個清脆嘅破碎聲喺寂靜嘅會議室入面格外刺耳。佢指住謝霆鋒怒吼：你爸躺喺床度，你第一件事就係爭錢。當年你娶張柏芝，我反對。而家你為咗王菲，連爸嘅命都唔理。佢嘅聲音入面充滿住憤怒同失望，好似要將多年嘅積怨一次性發洩出嚟。謝婷婷抱住女兒 Sarah 坐喺一邊，輕聲勸解馬哥都係為家族着想。佢嘅聲音溫柔而又無奈，試圖喺呢場激烈嘅衝突入面起到調和嘅作用。律師推咗推眼鏡，遞上文件，語氣平靜而又專業。謝老昏迷之前簽咗授權書，所有決策由謝霆鋒先生代行。呢句話好似為呢場會議定下咗一個基調，亦都令到謝霆鋒喺呢場權力爭奪入面佔據咗一定嘅優勢。內部爆料，一位參與會議嘅傭人喺事後偷偷同本報透露，張柏芝走嘅時候眼紅得好似兔仔。霆鋒追出嚟碎咗句唔好俾細路仔捲入嚟，佢回頭碎咗句佢哋姓謝，逃唔到。呢個細節令人不禁猜測，張柏芝喺呢場豪門紛爭入面究竟有着幾多無奈同堅持？佢係咪真係只係為咗細路仔嘅未來，定係背後仲有着更深層次嘅考量？10月23號晚8點，張柏芝帶住2個仔出現喺養和醫院 VIP 病房。據護士描述 ，Lucas 15歲走入病房嘅時候，突然開口喊咗聲爺爺。謝老本來閉住眼，聽到聲音之後，手指動咗動，眼角流下一滴淚。護士說 Quintus 12歲湊過去說：爺爺，我考咗全班第一。謝老嘅手指又動咗2下。呢一幕令到在場嘅所有人都為之動容，好似時間喺呢一刻靜止咗，親情嘅力量喺呢一刻得到咗最完美嘅詮釋。知情人士分析，張柏芝呢一步走得好妙。謝老最疼2個孫仔，佢帶住細路仔嚟，等於話俾所有人聽，我先係謝家血脈嘅守護者。而且信託基金嘅條款入面明確寫住，孫輩教育、醫療費用優先，佢呢個係為細路仔爭取主動權。呢個分析令到外界紛紛猜測，張柏芝呢次帶仔返港係咪真係一場精心策劃嘅算計？佢係咪想通過細路仔嘅親情牌喺呢場豪門遺產戰入面佔據有利地位？然而，狄波拉對此卻嗤之以鼻，佢就係想俾細路仔認祖歸宗，好以後分錢。當年佢婚內同鎮冠希嗰事，謝家冇追究已經算仁至義盡。狄波拉嘅呢句言論，無疑又將張柏芝推到咗輿論嘅漩渦，亦都令到呢場豪門紛爭更加複雜同激烈。就喺家族內鬥升級嘅時候，一則爆炸性消息傳出，謝霆鋒可能已經將部分資產轉移到海外戶口。佢早就喺瑞士開咗家族辦公室，將錢投入加密貨幣同海外地產。
一位金融圈人士透露，呢次信託凍結對佢影響唔大，佢真正在乎嘅係謝家嘅話事權。呢個消息好似喺平靜嘅湖面上面又掀起一陣狂風巨浪，令到外界對謝霆鋒嘅動機同佈局產生咗更多嘅猜測。謝霆鋒回應：10月24號晚，謝霆鋒通過工作室發佈聲明，關於家族事務，一切以法律程序為準，請唔好傳播唔實信息，但就未直接回應資產轉移傳聞。呢個模糊嘅回應更加引發外界嘅好奇心同猜測，亦都令到呢場豪門遺產戰更加充滿懸念。謝賢仲住喺 ICU 病房，講唔到嘢，但意識清醒。護士透露，佢每日會用右手比劃1、2、3嘅手勢，冇人知道具體含義，可能係遺產分配嘅順序，亦都可能係對子孫嘅警告。一位醫生猜測，豪門老人最後嘅掙扎往往比年輕時更加狠。呢個猜測令到外界對謝賢嘅意圖充滿遐想。佢係咪喺生命最後嘅時刻，仲喺為家族嘅未來佈局？佢嘅每一個手勢係咪都隱藏住深刻嘅含義？而喺呢場風暴嘅中心，張柏芝、謝霆鋒、狄波拉、王菲，每一個人都喺賭謝賢嘅一個眼神，賭法律嘅一條條款，賭親情嘅一絲餘溫。佢哋喺呢場豪門大夫入面，各自扮演住唔同嘅角色，有着唔同嘅目的同訴求。呢場豪門大夫願未落幕，未來仲會有幾樣嘅劇情發展，誰都無法預料。我哋只可以拭目以待，睇下呢場豪門風雲最終會點樣收場。